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一句俗语话咧讲：船过水无痕，无影。过去发生过的代志，搁记载伫咧民间的歌册，报道新台湾歌。历史世界大战经过无偌久，民间流传记载出来，拢咧讲日本时代生活艰苦，政府的国刑。你甲听四句咧，讲地糊涂落无靠，上司做事无下落，有人公工上接做，有人半摆都拢无。朋友，这个怨叹啥？咧怨叹讲第一糊涂。台湾话，你讲第一就是上介严重的，第一凄惨，第一含慢，第一糊涂。落无靠咧分配讲，啥物人爱做公工，调去政府叫你做免钱工，担当地当，啥物人唔免。所以才上司咧做事无下落，就是讲无一个站闸开，无照起工啦。有人公工上接做来带1号的国情啊，你调公工，我就头壳摇的，奇怪。带3号的，迄个做阿号啊，迄个拢毋捌调，我调3摆啊。有人公工上接做，有人半摆都也无，所以做了无平嘛。过来四句人继续甲听，讲甲日本的政府天地不平应该输，抽咱百姓做劳务，全然无少人身躯。毋则讲落尾手，日本战败了后，台湾人话应该啊，连天地都替咱不平。台湾话咧讲啊，怨无怨少。哪有迄落讲啊？我安尼已经抽3摆的公工，隔壁迄个阿豪啊，拢安尼食饱用先先。百姓咧做劳务，尤其政府调去做专制的时代、极权的时代，绝对是做迄个上界粗重的，拢无咧少讲人辛苦病痛，毋则讲全然无少人身躯。四句人继续甲听，讲甲公工的艰苦，日本政府心真粗，互咱饿肠共饿肚，食也无饱。着担土是啦，国情头拄我咧讲，英过就是迄款上界粗重的铺桥啦、造路啦、开泵坑啦，机械机器也无遐尼发展的时代，叫百姓安尼出去双手咧争，尤其是百姓都毋是做官的，所以饿肠饿肚，这原来台语的成语，原来4礼拜做伙，互咱饿肠饿肚哪有要紧？食也无饱，来哦，时间到啊，去担土，公工。咱也无听这个四句人这句词，下辈中要毋知影意思，所以继续保留解文说理，继续甲看。